老友記，如果俾呢張量柱圖俾你，你識唔識睇啊？賣喺買先，價喺量先，裝喺散前，呢個係成交量嘅3定律，佢唔係廢圖，係市場嘅腳印，可以睇得出嚟邊個喺度入貨，邊個喺度走佬。但係大多數人睇到呢堆紅綠柱啊，就已經懵晒啦。唔使心急，呢期視頻淨係用2分鐘，帶你清楚咁樣認識成交量，多睇幾次會幫到你大忙嘅。成交量呢，大致分6種形態：高量柱、低量柱、梯量柱、縮量柱、平量柱同埋倍量柱。睇明白咗呢6條柱，就等於睇穿莊家嘅心思。跟住落嚟，我將呢6種成交量嘅量柱用法同埋佢背後蘊藏嘅含義，全部話晒俾各位老友記聽。第一個，高量柱就係喺一段時間裏面，成交量突然暴高，遠超前後。注意呢度多數都係主力喺度出貨，集盤走佬。點解咁樣講呢？因為買賣嘅人太多啦，講明意見出現咗嚴重嘅分歧，醒目嘅人啊已經喺度撤退啦，韭菜呢仲喺度追漲，所以高量柱背後啊大概率會下跌，一定要小心啊。第二個，低量柱，低量柱啱好相反，成交量突然出奇咁樣低，好似一潭死水咁樣，講明冇人買啦，空頭冇晒力。呢個時候只要有啲買盤啊，股價就好容易推上去。總括嚟講就係低量柱經常出現喺底部，係股價會升嘅信號。第三個，梯量柱，梯量柱就係連續幾根量柱一條比一條高，就好似爬樓梯一樣，量越放越大，睇起身好強，其實往往可能已經行到盡頭啦。主力喺度一邊拉一邊出貨，量堆太過猛啦，好可能呢個時候就已經升到頂啦。第四個，縮量柱，縮量柱同梯量柱啱好相反，連續幾條量柱一條比一條低，成交越嚟越低，特別喺下跌嘅時候出現，講明咗冇人買啦，拋壓結束啦，通常就係跌勢衰竭，準備反彈嘅先兆。第五，平量柱，幾條量柱差唔多一樣高，肉眼一睇呢，基本上係平嘅，所以叫平量柱。呢個就係市場喺橫盤僵持，買賣雙方勢均力敵嘅情況，但係一旦呢個僵局打破咗，就容易急升或者急跌。總括嚟講啊，平量柱嘅出現就係等於喺變盤嘅前夜，要及實呢個方向。如果冇把握呢，就要做好規避風險啦。第六個，倍量柱，倍量柱呢係最暴利嘅，成交量突然翻倍或者翻幾倍，呢個時候往往就係有大資金喺度進場，動作大開大合，唔係一般嘅猛啊。大多時候係真嘅突破，係真嘅啟動信號，但係都要注意唔好盲目咁樣追高，因為突破失敗都係家常便飯，一定要結合其他嘅信號嚟到睇，然後再做判斷。各位老友記可以記住呢6種量柱，呢啲量柱係市場留低嘅暗號，用得好啊，決定你係咪跟莊食肉，定係繼續做韭菜俾人收割。我係 Ben 哥，喺廣東深圳得閒飲茶，為語財經點讚。